甲社團代表、企業、廟宇、公所、台南市議員蔡宗和召開記者會，對外說明5日出動寒冬送暖公益行動內容甲發送規劃。要感謝我們這5例啊，第一例就是我們的婦女的力量，我們新百合大潭新百合婦女會。那在第2個要感謝我們宗教信仰的力量，所以感謝我們福安宮，還有我們的萬福安。那再來要感謝我們社會的企業的力量，感謝我們的小豪州沙茶魯。那接下來要感謝我們年輕人的潰爛啊，年輕人的熱血，感謝我們的陳順青年。那最後再由我們的公部門一起把它串聯起來。實際物資發送將分別在北區甲中西區進行，其中北區有計發送827盒，1月23日在dinga寮福安宮辦理；中西區有計發送674盒，1月29日在開基萬福安進行，總共照顧超過1500戶家庭。這屆送愛對象除了低收入戶，更擴大到中低收入戶，由蔡宗和協調形成穩定的關懷網絡，讓善意變做具體行動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